我是对2003年开始，去写出这个母语的创作《第一条歌》。其实因为一来是我感觉到这个从汉小时节，和小弟讲的那个学法，都会进来进台，许多都市风，许多台北土俗，过按多年进来进不晓得，我会讲那个语言。所以，其实就几年前开始想要来学专业的我这个学法呢。你来是有一班的伫台北，其实就係伫读大学，伫台北一间唱片行，拄好伫老的时间就听到阿土哥的一条歌曲其实就听到的时间，吃到佢感动有动态安的震撼，就免到。伫安阳的地方，无免到做得听到即个熟悉的一个语言所以其实就咱开始面到就讲啊，即个有伫做音乐嘛伫认真佮三万伫学专业嘅学法，所以其实就免到一定爱来吃看啊，留学法同音乐。来结合所以就对2003年开始就一直伫写，伫练习安尼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客黄伟杰，我嘅母语台湾嘅歌流行音乐会，第12月28号高雄美丽岛分享大家来听我演唱歌。